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南仁德有头家人，利这波的疫情开模来生产防护的面罩，因为卖甲正俗，所以网络是销价真好。这个头家佫甲防护的面罩捐予有需要的单位，互这个防疫嘛会当充满着爱的力量。即卖因为防疫的关系，个人的保护真重要。其中，这个防护面罩嘛，有真侪乡亲伫用。 伫台南的仁德，都有生意人规模啊伫生产。医疗团队他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可以替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今天下班后，他就把这片换掉，然后他这个消毒以后还可以再用。那在这个设计有改良，业者是用国语的介绍伫卖，即摆伫网络平台真热门，和工厂的人有够无用。同行的都知道是在做公益啊，但是我比较秉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。 现在的状况不应该去哄抬价钱，然后我们要秉持这个公益价，让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有这个面罩可以戴，它的防疫才会就是没有破洞。那介绍属业者毛伫关乎有需要单位，无论是公家机关还是病院等等的所在，伊嘛讲伫全面防疫的时刻，嘛会使尽一份心力。 防疫工作有政府甲民众共同的配合伫拍拼，再加上有爱心的企业伫贡献，相信讲一定会更较有效，更加好这份善意充满伫你我的生活中，和防疫嘛是一种温暖的代志。